最高，耶！好開心啊！首先真係呢部戲由拍攝到而家正式上畫都自己都一直好期待啦。咁啊，終於今日可以同大家見面啦。咁啊喺未解答你嘅問題之前，我有句説話想講嘅。當時拍攝嘅時候，一埋位，其實大家個默契已經喺翻度，唔需要諗任何嘢，唔需要擔心任何嘢。咁我作為一個演員嘅角度，我自己覺得呢個感覺係好重要。首先好感動先啦，係因為可以尋隨地喺20年之後仲可以得到大家嘅支持啊！咁好難嘅呢件事，可以搬上大銀幕，咁同埋同當年好多前輩可以一齊合作，同埋有好多新嘅演員嘅加入啊！我覺得呢件事本身好夢幻啦。咁其實最主要係好多謝當年可以遇到我老闆啦而家，當年佢的而且確係教咗好多嘢，而家都仲代錢落我台。好希望大家可以喺大銀幕多啲留意我哋呢段師徒情最後嗰個去處喺邊，因為今次會再着重多筆墨去講解我哋師徒之間內心世界嘅一面。因為我三仔咧，其實都乖仔啦，同埋都幾叻嘅，叻仔啊！佢老婆咧就叻過佢啲。咁我都好開心同佢一齊合作，兩位導演，佢亦都係俾多啲機會我學習。因為而家年紀一路過去一路老啦，俾啲人講我落後啊！所以唔好落後，跟啲後生仔學下嘢咁樣。一齊進步，一齊穿越。一齊進步。穿唔穿到越我就唔知。唔好穿波就得啦。其實喺角色裏面，我諗成套劇最唔變嗰個應該係我，因為婚姻嗰度冇改變，環境冇改變，外貌冇改變，形象都冇改變。我希望咧可以能夠令到大家帶翻去20年前嘅《尋秦記》，跟住再欣賞我哋打後嘅故事啦。